车台湾看世界，美国的缅因州有一个城市路易斯顿，伫当地时间25号暗时发生着棍仔件枪击案，至少有22个人死亡，超过50个人受伤。目前警方敢若公布一个嫌犯的画面，枪手是40岁罗伯特·卡德。警方已经展开着大规模的抓人的行动，警方嘛呼吁当地民众踮伫室内，莫出门，门窗锁起来，商店嘛暂时关起来，莫做生意。警察车甲救护车伫高速公路驶真紧，看起来真紧急。到现场了后，警方随着附近的路设路障，准备要抓人。美国缅因州路易斯顿这个市25号暗时发生真一件枪击案。依照当地媒体《太阳日报》的报道，除了当地一间保龄球馆甲一间餐厅发生枪击案以外，一间连锁超市沃尔玛配送中心嘛发生枪击。其中保龄球馆甲餐厅之间塞车差不多10分钟，餐厅甲配送中心塞车差不多3分钟。警方嘛公布凶嫌的画面。A shooting suspect at large with some kind of long gun rifle. 目前警方刚才公布一个嫌疑人的画面，也有嫌犯驶的车。当地媒体《太阳日报》报讲，枪手是一个40岁查甫人，叫罗伯特·卡德。因为目前游玩在逃，警方已经展开大规模的追捕行动，并且特别呼吁路易斯顿甲附近的奥本市的民众，唔通出门，门窗锁好，商店嘛暂时关起来，唔通营业。若是有看到可疑的人，请马上通报警方。另外，因为路易斯顿的人口敢若38000多人，警察无够，所以讲联邦调查局已经提供人员甲资源，要协助缅因州调查甲追捕的行动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